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Angel。無論你係住喺台灣定係身處國外，相信大家對台灣嘅詐騙案件都唔陌生㗎喇。事實上，詐騙事件喺全球各地都有嘅，但點解台灣嘅詐騙案件會咁令人關注嘅呢？呢一集嘅內容就唔係討論呢個問題，而係想同大家分享下我哋喺台灣遇到詐騙嘅經過，同埋呢件事嘅後續如何，仲有會分享一下點樣防範自己間屋被騙走，而最後一部分就會分享下我個人嘅睇法。當時我哋移民嚟台灣已經有1年多，有一日我哋食緊飯嘅時候，突然間接到一個電話，對方自稱係某間寵物店嘅職員，表示因為黑客入侵，所以喺系統升級嘅時候錯誤咁將我哋嘅會員賬號升級為高級會員，仲話因為升級咗之後會自動扣除12000蚊嘅會員費用，所以會同郵局或者金融機構合作進行扣款處理。之後對方仲問我哋依家用緊邊一間銀行，仲要求我哋提供嗰間銀行嘅客戶服務熱線電話。之後仲話會將我哋嘅資料交俾銀行，仲話銀行會喺10分鐘後打電話嚟，會指導我哋點樣去處理扣款問題。果然10分鐘之後就收到一位自稱係我哋用開嘅銀行職員打電話嚟，而來電顯示亦都係嗰間銀行嘅客戶服務熱線電話。呢個所謂嘅銀行職員話俾我哋知，嚟緊嘅步驟就係指導我哋點樣喺銀行嘅 APP 裏邊取消自動扣款，之後更加就係一連串嘅操作指示。整個過程我哋覺得越嚟越唔妥，突然間諗到打電話俾我哋嘅一位台灣朋友幫忙。朋友聽咗我哋講之後，即刻就話呢個係詐騙嚟㗎，你哋快啲去報警啊！但之前嘅過程，我哋已經上咗當啦，損失咗超過4萬蚊台幣啊！諗翻當時嘅情況，點解我哋會信嘅呢？可能嗰間寵物店係我哋經常幫襯開，而對方又知道我嘅中文全名，仲可以準確咁講出我哋最近喺寵物店買咗啲乜嘢。加上當時我哋作為新住民，對好多程序性嘅事務都唔係咁熟悉，所以就本着盡量配合嘅態度咯。正所謂有心人裝冇心人，或者係要怪自己蠢，定係對方太聰明，就係咁，我哋就墮入咗呢個詐騙圈套啦。咁呢件事嘅後續係點？其實過去嗰1年幾，我哋都有收到法院嘅來信，話俾我哋知案件仍然都係進行緊。坦白講啊，我哋都心裏有數啊，當初被詐騙嘅錢大概都追唔返噶啦，唯有係安慰自己啊，當作係破財擋災啦。今次嘅慘痛經歷令到我哋對詐騙手法特別警覺，所以先發現原來自己間屋都有可能被騙走噶。為咗保護我哋嘅安樂窩，我哋開始喺網上邊揾點樣避免自己間屋被騙走嘅資訊。都學到唔少嘢噶，咁等我分享下俾大家知啦。咁首先要了解下間屋過戶嘅時候，到底需要準備邊一啲文件，就係身份證影印本、土地建物權狀正本、印鑑章同埋印鑑證明。而身份證影印本同權狀喺過戶嘅時候就一定要有嘅。一般嚟講，買賣雙方都要親自到場簽名，但實際上喺大多數情況之下，間屋過戶只係需要提供印鑑證明同印鑑章，咁樣其實本人係唔需要親自到場嘅。至於如果冇權狀能唔能夠過戶呢個問題，原則上係唔得嘅，但權狀係可以補發嘅，只要提供所有權人嘅身份證影印本、印鑑章同埋印鑑證明，就可以到地政事務所辦理補發權狀噶啦。咁點樣防止自己間屋被非法過戶呢？除咗要好好保管以上提及嘅文件之外，其實都有一個簡單嘅方法嘅，就係到地政事務所辦理地籍異動即時通嘅服務。呢個服務啟用咗之後，當你間屋如果有任何過戶或者異動嘅情況出現，系統就會透過簡訊或者電子郵件通知你，等你可以第一時間知道你自己間屋嘅狀況。呢個服務係完全免費，而且手續簡單。
只要提供地籍移動即時通服務申請表同埋身份證正本，再等3日，服務就可以用啦。詐騙手法層出不窮，以上提及嘅都已經係舊嘅手法嚟啦。隨住人工智能技術嘅快速發展，新嘅詐騙手法就係利用 AI 嘅技術複製受害人熟悉嘅聲音同埋影像，令到整個詐騙過程更加逼真，受害人就更易墮入圈套啊！而我有注意到，其實台灣政府同埋金融機構都有做咗好多防詐騙嘅宣導，同埋提供咗各種防範嘅工具，所以係可以睇到台灣社會對詐騙嘅警覺性係提高咗好多嘅。最後就係，雖然台灣目前嘅詐騙情況猖獗，究竟我仍然同唔同意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呢？呢一個講法我仍然係同意嘅。至少我喺呢幾年嘅台灣生活裏邊，從未感受到歧視。大多數嘅台灣人當知道我係香港人之後，都會好開心同我傾偈。而喺外面食飯嘅時候遇到嘅服務生都係有禮貌嘅。仲有我試過喺便利商店影印之後，唔記得攞走我嘅 USB 啊，過咗2個禮拜後至發現啊，但都可以喺同一個地方攞返啊。況且啊，邊一個地方係冇壞人㗎？為咗避免成為詐騙嘅受害者，咁唯有時刻都要提醒自己保持警覺啦。仲有記得要妥善保管自己嘅個人資料啊。咁今次我嘅分享就到呢度。如果你中意呢條片嘅話，唔記得要點讚同埋訂閱我哋嘅頻道，仲可以分享俾你嘅朋友。亦都歡迎留言話俾我知你對今次主題嘅睇法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